讲到咱甲精神疾病的距离，请曾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主伫即个特别有惊吓、有烦恼、有病痛的时刻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赏赐阮全然的平安，互阮的心欢喜，互阮的心快乐，互阮的心伫主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的保守。主，阮也将即个社会交伫你的手，亲像拄则聚会已经为着所有阮身边的人祈祷，求天顶的上帝，互信你的、无信你的，拢得到平安。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，愿主你甲阮三甲地地，祈祷我家所有性命，阿门。伫去年的年底有一本册，伊的作者是一个社会新闻的记者，因为伊长期拢咧关心精神病的人。所以，伊有真深的感触，对郑捷事件，后来到小灯泡事件，伊发现真侪思觉失调的现代人，所以开始追踪，开始思考，然后伊嘛去回顾台湾这个社会安怎去面对精神有压力、受伤的人。伊发现，伫台湾有一寡机构。亲像龙华堂，亲像东部的玉里，拢咧照顾这精神分裂症的人。伊对心中有真深的感慨。伊问伊家己讲：台湾这个社会对精神有压力的人，咱甲因的距离有多远？兄弟姊妹，别人的代志当然是别人的代志，但是愿主将别人的代志放伫咱的大道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其实世间人精神的健康，只不过就是程度的差别。您讲是吗？咱今日虽然无躁郁症，咱今日虽然无患病，但是有时咱三不五时会真够受气，咱会真容易受伤，咱会感觉别人一句话有当时就搅扰咱。兄弟姊妹，咱是一个有温柔的心、诚实和谐的灵魂的人吗？今仔这个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将咱心内这个灵魂，咱交伫天父上帝手中讲，祝福我的心欢喜，互我的心快乐，互我的肉体安然徛起。这本册的作者，我感觉我咧怀疑讲，伊敢是一个基督徒，因为伊的主题叫做“我们与精神疾病的距离”。但是伊的副题讲成为一个新人，诚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这种的观念，伫圣经的内底足清楚。保罗讲，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伊就诚做新的人，新创造的人。过的代志拢诚做过去，一切拢换新。我毋知这个是毋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伫以下这本册中间，嘛引起我一个反省。身为牧师伫30多年，其实伫我身边中间，我有发现一寡兄弟姊妹，因的生活有拄着艰难，有真侪大倒，嘛有一部分的背叛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。这个随机杀人的代志，毋是干那政治小灯泡，其实这个月嘛发生伫台北，一受气尔阿无冤家，不如意。举一支刀对人脚车，被人插了。一个冤枉的人，一个冤枉的少年囡仔，伊咧等伊的坐下班，要载这倒去。一个年轻的活命就安尼无去。去到警察局，伊足简单讲一句话：我有思觉失调。其实伊有情绪，检测伊嘛有思觉失调，但是用这种做伊的理由合理化，伊会当用伊的情绪。来无限制，来伤害别人，注定免帮助咱，互咱面对。起码社会愈来愈会要尊重无共款的欠缺的人，
虽然对身障者，咱无甲伊讲残废，咱反倒讲伊是一个失能者、身障者。咱对精神分裂的人，咱无甲伊讲伊是小的。古早咱统称所有精神疾病拢叫做小的，所以多数的人拢唔敢讲伊的精神有感染，多数的人拢拒绝去看精神科医生，因为惊有一个人，伊身边的人用一个无法直立的身躯顶讲，你咧笑了。反倒当伫今仔日这个社会，咱慢慢知影，人有无共款的程度的思觉失调，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名词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愿咱对上帝讲，上帝，阮所听的台湾，阮所徛起的社会有叛变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用怜悯的心，用陪伴的心，拉近那个距离。你的身边若有这种需要人陪伴的人，咱要安怎陪伴伊？咱要安怎将伊带到上帝的面前？咱要安怎甲上帝讲？上帝，你所听的人叛变啊！我嘛要邀请兄弟姊妹，毋是干那陪伴别人，咱要成做一个陪伴别人的人，咱来成成做一个健康甲有能力的人。咱来叫天父上帝，互咱的生命，心内充满身心灵的和谐。我再讲一摆，身心灵的和谐。今仔圣经是咱拢作识的一段诗篇16篇。诗篇16篇讲：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要安然徛起。兄弟姊妹，安尼祈祷，因为上帝要互你的身心灵拢和谐，互咱活伫上帝的沙龙平安的内底。沙龙是平安，沙龙嘛是和谐，沙龙嘛是完全的意思。愿咱伫今仔日礼拜受牧师的邀请，恁听圣经，恁读圣经，恁定心去思考圣经对你所讲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将这话写伫咱的心内。我要借另外一本册，是古伦神父伊伫8年前所写的一本册，身心灵陪伴的灵修，身心灵陪伴。要真做一个牧师，要真做一个长老，要真做一个执事，要真做一个陪伴人伫信仰的顶端行过死的山谷，要陪伴你的囡仔伫忧伤、伫情绪的中间。陪伴的人先需要有健康的灵命。愿主祝福咱今仔日的组织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将一个喜乐的灵放伫恁的家庭的内底，互咱享受平安。多数的人拢无感觉伊叛变，多数的人其实最需要就是一个病耻感。咱当然毋是疑神疑鬼啦，常常怀疑讲我是毋是有叛变，有时毋免。咱要有喜乐，咱要有自信，咱要有平安。但是咱要真清楚知影你内面的情绪，你要知影你的情绪今摆到底是安怎？你要知影你的身心灵最近的压力是甚么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真正会当看到咱家己内心的自我一个人。所以伫天主教的祈祷，恁捌看过电影咧安尼做无？你若看到人安尼，你就知讲伊这是一个基督徒，伊嘛是一个天主教徒。伊的意思是讲，主耶稣基督求你怜悯我。这个所在的意思，伫迄个祈祷的中间，伊点到这个所在，伊是代表我的情感，这个代表我的理性，这个代表我的自我，这个代表上帝。我将我的自我交予我的上帝，我将我的情感、情绪交予我的理性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，当然伫咱的长老教会内底，咱真少安尼做。但是恁有看到牧师甲恁画十字架，有无？这就是互上帝的形象，互上帝的圣神，成做你的情绪、你的灵魂、你的感知的帮助。所以，当上帝伫你的面前的时，
伊就互你坚固无摇错。所以今日诗篇讲，我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。意思，迄句话是白话字的圣经，但是伊真正意思是，我将上帝伊的尊贵的圣灵跟伊的形象放伫我的心内。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的意思就是讲，我将上帝摆伫我的生命的首位。上帝伫我的正边，我的心就无摇动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圣经牧师要邀请恁做两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就是上帝，互恁有和谐的身心灵，互咱的生命内底有一个完全的生命，咱的心欢喜，咱的心快乐，咱的肉体安然徛起。这是一种和谐的写照，有满足的喜乐，有永远的福气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互咱重新读这段圣经。所以今仔诗篇16篇第81讲。我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，意思就是我将我所仰望的上帝，我将上帝摆伫我的生命的最重要的地位。上帝所讲的话尊崇，上帝的旨意尊崇，上帝的心意才做我的心意。所以我将上帝摆伫我的面前。所以古早咱的前辈、信仰前辈拢教咱安尼祈祷。意思就是，我将这个细汉未大汉、熬受气、熬受伤的情绪，这个自我，我带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，迄毋是一个动作尔，迄个动作的背后是代表一种的祈祷，伊是对圣经、对诗篇来。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。我常常咧思考讲，有偌尼侪基督徒伫拜一到拜六。会常常想到上帝，咱是伫礼拜日才想到上帝吗？还是拜一到拜六，咱不管是拢想到上帝？敬奉耶和华意思就是我若想到上帝，上帝伊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伫我的正边，我的心就无摇动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徛起。我的心是一种的七情六欲。我的灵就欢喜快乐。这个灵，这个原本，这个字伫圣经中间，伊的字根有一个意思叫做自尊。好像咧讲的，就是自我啦。我的灵伫我的内面快乐，伊的意思就是我拥有一个正面的自我图像。我对我家己满意，我感觉我这个人真福气，我感觉我的生命中间。真正向，我因为我正确的自我图像，正确的我对我家己的认识，我的自我感觉良好，我心就欢喜。今仔日自我感觉良好的人，无一定是自我图像健康的人。所以牧师重新解说今仔日段圣经，请做恁祈祷方法。所以我将我的自我这个人。这个自尊，所以你互这个人充满你的阳光，互我的生命做价值的事，互我一生肉体、身心灵都健康。将上帝摆伫咱生命中间的第一个，将咱内面这个囡仔来交予上帝。上帝要常常对咱讲话，伊讲我所听的囡仔，今日我要教你一个功课，就是平安。当你受气的时，你将你的手交予我，我要牵你的手。当你受气的时，将你的心交予我，我要将温柔甲平安赏赐予你。当你烦恼的时，将你的心交予我，我要将你的重担甲伊摕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圣经是一个邀请咱将咱的感性、将咱的理性，拢交予咱天顶的上帝。第二，伫今仔日个礼拜第二，牧师要邀请恁开始操练，做一个有灵修生活的基督徒。因为今仔日个诗篇，毋是诗篇，新约。犹大书20-21节，伊伫圣经的上落尾第2本。圣经的上落尾是启示录。圣经的启示录的头前一篇足短的一张批，这是犹大写的批。伊讲。
恁就爱伫至圣的真道，意思就是讲，伫圣经的中间造就家己，用圣经来造就家己。所以灵修第一个就是读圣经，第二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，意思就是伫你的心内的礼拜堂，伫你的内心这个囡仔，爱敬奉耶和华，安静跪落来祈祷。因为你内底这个人若敬奉耶和华，你就要得到圣神的充满。伫圣神的内面的祈祷，就是每一摆当咱祈祷的时，咱就甲上帝相拄，咱就亲近上帝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咱的主耶稣就踮伫你的内底。圣经嘛讲，迄个圣神就将上帝的听灌压伫你的心内。迄个圣神就将上帝的慈爱、怜悯、稳定，放伫你的人生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我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有两个祈祷。第一，我要真做一个身心灵和谐的人；第二个，求圣神带我来操练灵修的功课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今仔日的中间，咱最后通过祈祷，通过灵修的操练。上帝要带咱行一条新的活命的道路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要有幸福的人生的道路。阿们嘛！今仔日诗篇最后一句话讲：有满足的喜乐，有永远的祝福。愿主将这种福分放伫咱的家庭的内底，放伫咱的心内。所以三句话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，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，常常踮伫主的听。今年咱的教会送咱一个小小的记号的礼物，这个顶悬写什么字？阿嘎佩，阿嘎佩就是上帝听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穿衫，将咱这个夹的，将咱这个记号，咱放伫圣经的内底，放伫咱的一个真水的记号的地下内底，代表咱的祈祷讲，主啊，求你将你的听放伫我的家庭。我的家庭无欠过三听，夫妇的中间有真甘甜的夫妇的关系，爸囝的关系有真亲密的亲子的关系。主祝福恁，天顶的天堂对恁的家庭来开始，伫天灵亲像伫地灵，阿们吗？愿主所祝福的天堂，今仔日就甲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地地。愿主互咱直到甚至到一生的路尾，愿主甲咱三甲地地。所以第一个咱所拄到的问题，牧师邀请咱做一个祈祷，讲我身心灵都健康。咱来问牧师讲，牧师，我要怎样才做一个心灵拢健康的人？这是一个基督徒来超做伊的心欢喜、心快乐、肉体安然徛起的开始。所以第一个，咱要叫做一个健康的人，咱需要用心去面对，用心去照顾你内面的人，唔通放纵你的情绪。这礼拜、这个月，甲人用刀啊，共测试迄个囡仔，伊的妈妈讲：“我真正无法度，因为我真早就知种这个囡仔有问题，因为伊的车顶有一支刀，我搁甲伊问讲：你甲伊支刀啊，放了要创啥？”爸母我都生伊的囡仔，但是爸母无法度约束伊的囡仔安怎照顾伊的灵魂甲伊的情绪。这个囡仔甲伊妈妈讲：有人要伤害我，我用迄支刀要保护我家己。一个人需要的保护，毋是靠迄支刀啊！一个人需要的保护，是伊面对伊的心内面迄个情绪。愿天父上帝对你讲话，所听兄弟姊妹，一切的感动拢是圣神的工作，一切的感动拢是圣神的工作。但是有一种的感动，毋是圣神的工作。你若有一种的感动、思想、情绪，迄个情绪是圣经所讲无好的，你来知影，迄毋是圣神甲你讲的话。因为起头圣经创世纪讲，人有血气，所以我的神就离开伊。但是我要解说，带恁读这段圣经。咱若有真侪无好的情绪，
咱若啉着迄个错误的邪神的杯，咱就要成做一个心内受搅扰的人。主帮助咱，所以这本册咧讲起，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基本上伊并无讲答案，伊讲着真侪社会的情景，但是当然伊有讲着，咱要安怎编织一个彼此接纳的社会氛围。但是讲了更较好，就是古伦神父，伊伫这本册5章的中间，伊有讲着安怎灵修。伊讲，当你读圣经的时，圣经的话亲像迄个窗仔外口的光，日出的时光就照日，就穿透你的窗子，进入你的心灵的内底。当你读圣经的时，上帝就教你读这个圣经，啊，你有感动，圣神对你讲话，你的感动，迄个感动就成做你开始编织你的情绪，编织你的自我的图像。伊伫最后第5章的中间，伊有教着几种的祈祷，就亲像2礼拜前牧师邀请恁学一个祈祷，叫做“主啊，求你怜悯我”，恁会记吗？主啊，我足受气，我足想要甲争落去。主啊，我实在足愤慨，我心内实在足硬，我足想要对楼顶落啊跳落。咱内面有真侪情绪。通过咱信仰2000年来侪圣徒因对咱的邀请讲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咱开始过无共款的人生，主帮助咱。创世纪第6章有一句话常常互人忽略。咱读到创世纪第1章到11章，咱拢听到创造的故事。但是伫创造的故事内底，上帝讲一句话，特别对人讲的。伊讲人类若互伊的血气充满，伊若坚持要活伫伊家己的情绪甲伊血气的内底，我的圣神就无搁再踮伫伊的内底。毋是上帝无爱咱，是你人无爱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帮咱的心，咱问咱家己讲：我心内即个基督徒，伊目睭前感情。伊是健康的人吗？兄弟姊妹，咱家己知，咱也开始容易受气，咱也开始容易烦恼，咱也开始容易怨妒。咱来知影，这个内底这个人，伊的自我图像，伊可能无健康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因为人的心内迄个人，有可能伫这个世间。形形色色的世间，咱啉着真侪无共款的杯。圣经内个讲，恁着试看主恩典的滋味，恁会记吗？你会记得牧师要甲恁分享讲，若要啉清气的水，爱安那？摕清气的杯仔内底。对最近武汉肺炎的疫情中间，咱拢主张爱洗好清气，对无？咱的杯仔若不幸中间去染着迄个武汉的疫情的迄个细菌伫内底、病毒伫内底，咱啉落去，对咱的灵魂是一种的伤害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问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内心有平安吗？兄弟姊妹，咱伫主的面前问咱家己，伫我内心这个礼拜堂。是甚物人甲我三角地带？代表讲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。咱的心内的礼拜堂，毋是这个世间的王来掌管。咱的心内礼拜堂是耶和华咱的天父上帝在掌管。主甲咱三角地带。古伦神父讲，当一个人真心面对伊家己的事，伊才会当望着伊家己的内心。然后，伊才当看到上帝。无安静的人看不到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安静的灵修、祈祷、做礼拜，目的拢是要看到上帝，要甲上帝亲近。愿咱学习，将咱心内这个囡仔摆伫上帝面前，来甲上帝见面。
主帮咱咱。古伦神父佫讲一句话，伊讲一个未捌真正去互上帝蒙着的基督徒，伊也毋是真正的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我拍开我的心门，我伸出我的双手，主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，主你互我真正，互你来充满。我要成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，求天父上帝你圣神甲我三角基地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诗篇16篇，伊讲到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宁徛起。这个灵魂讲到三项的代志，第一项就是我内心的欲望，第二就是我内心的情绪，第三就是我的灵魂，我的灵性。伫我内底这个囡仔，上帝创造我的时，当我出世的时，上帝将迄个活气分入伫我的内底。所以伫咱的心内，这个我有三项的物件夹夹做伙，一种就是我的欲望，我爱这，我爱迄。这就是咱对自我的一个需要甲期待。佮另外一个就是我内心的情绪。兄弟姊妹，内底这个圣神的囡仔，伊要带这个来大汉。求天父上帝帮咱，愿咱会当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徛起。这句话最重要就是咧讲起，伫我内底这个囡仔。因为上帝甲我伫地，我开始知影讲，以前的我，今仔日无搁再是我，今仔日伫我内面的生命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。兄弟姊妹，安尼咱有较了解，原来圣经所咧讲，今仔日踮伫我内面是圣神踮伫我内面，迄个意思嘛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祈祷，伫咧祈祷，咱甲上帝讲，主要内底这个囡仔需要你。主要叫你拥抱我，兄弟姊妹，你若感觉你从来没有经历，你嘛无感觉这个上帝，就是伫讲道中间所咧讲的上帝，圣经所写的上帝，伊甲你有一个亲密关系，你会当开始有一种的祈祷，你会当常常拥抱你家己，也是讲简单一支手，你放伫你的心情，你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的生命需要你，上帝，我的生命需要你。主，虽然我毋捌看过你，虽然我可能嘛未看到你，但是主，你若充满伫我的心内，我就要知影你甲我三角伫地。愿主听咱的祈祷，对今仔日开始，直到一生的路尾，上帝的圣神无离开咱，帮助咱。所以彼得伊有鼓励所有的教会兄弟姊妹，伊讲上帝要将一个宝贝的应允来赏赐予咱。上帝要将一个宝贝应允来赏赐予咱，就是上帝要将伊家己的圣神来充满伫你礼拜堂你的心内，这个囡仔的生命内底。上帝的性情、神的性情来充满伫你的情欲、你的欲望、你的情绪的内底。拄则我有甲咱分享讲，咱的内面这个人有三个无同款的层次，一个是欲望，一个是情绪，一个是灵。上帝的神啊，充满伫咱的内面的事，咱的欲望、咱的情绪，拢未得到满足。兄弟姊妹，这是应允。通过耶稣的学生彼得，彼得讲：伊将天国的锁匙交予我，今仔日我要将伊的应允嘛讲互恁听。上帝将极大的应允，就是互恁有份伫上帝尊贵荣耀的本性，互咱有份伫上帝荣耀尊贵的本性，就是良善，就是圣洁，就是正直。所以咱咧讲上帝的图像，咱第一个咱想到，上帝就是爸爸的意思，对吧？恁第一个恁想的上帝是什么形？伊就是天顶阿爸天父上帝。多数的人拢真爱用阿爸天父上帝来做祈祷。较无爱用耶和华上帝，因为耶和华上帝改成是一个，一个高高在上，是一个威权的上帝。咱多数拢爱天父。圣经内底讲到上帝时，有真侪图像，包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对吧？
耶和华是我的盾牌，耶和华是我的盾牌，耶和华是我的冠带。有真多这种的图像，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图像是抽象的。耶和华是圣洁的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耶和华是信实的，有无？你去讲起上帝的本性的时，基本上就是咧讲起基督徒应该建立的价值观念，啊，伊的生活的态度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的天父上帝亲自出现伫你的生命中，互恁建立这个自我的图像，不是通过讲道、听讲道，是通过恁的灵，甲这个上帝三千斤的事，恁自然之间。恁就看到，哦，这就是上帝。这礼拜陈慧将伊的两个宝贝囡仔的相片放伫咱的教会咱中间。啊，我一看我就讲，哎呦，佮秃头，而且其实唔是秃头啦，拄出事啊，头壳，哦，足成安乐啊，啊，当然嘛是足成就个场了。啊，几啊人拢有同意讲，啊，这个囡仔秃头。其实是囡仔出世也袂发头毛啦，这就是囡仔囝儿查某囝会亲像老爸缘故。咱来认捌咱天顶的上帝，咱的内在自我图像就要无共款。主帮助咱，互咱将自我变作真我。拄则我甲恁解说讲，这边是代表情绪，代表情感；这边是代表啥？理性。正边要我伫我的正边，我就无摇动。就是这边是我的自我，这边是上帝。当我将我的自我朝上帝的时，天人合一，上帝就甲我加做一体。也这恁愿意吗？恁有羡慕吗？恁做礼拜遮尔久，恁敢有感受到天人合一迄种的幸福？上帝袂国自私偏爱，敢若互曾牧师无互恁；上帝嘛袂敢若偏爱，敢若互古伦神父无互咱台湾的兄弟姊妹。毋是，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真爱，伊讲一个完整的人就是将自我甲上帝合一，伊就真正做上帝起头带伊来到世间迄个真我。亲像陈慧两个宝贝的双胞胎，就亲像平荣伊的宝贝查某囝，伫拜五出世。这礼拜咱的教会得到3个宝贝新生儿，咱应该唱哈利路亚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生命，伫伊会听的内底大汉。第二，我要甲所有兄弟姊妹讲，你会晓生囝，但是你会晓饲囝。因为无事我较无。我惊伊袂大汉，我嘛带伊行咧当大人迄种的饮料，嘿，毋是尔，家当搁炖鸡吼。咱古早人做者秘方啊，咱咧当袂大汉，我细汉食做者秘方，阮兜搁是中药店，所以其实我毋是无补着，我是食了熟着。兄弟姊妹，咱伫即个世间食真侪补，但是咱敢有互上帝的圣心补着咱？咱做父母较重要，毋免烦恼咱的囡仔的身高啦。一个人190无一定比160的人较有温数呢。我160。兄弟姊妹，人的伊的价值、伊的温数、伊的对人的贡献，毋是用身高来衡量啊，嘛毋是用五官来衡量，是用伊的灵魂，用伊的智慧。兄弟姊妹，接纳你家己，因为真侪人到年老还阁。学袂晓一项，就是接纳上帝所为伊备办的伊的生命。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学习养起咱家己，因为咱内底有一个基督徒，咱内底有出世的时，一个上帝所定定的生命伫内底。所以上帝讲：我照我的形象造你，我嘛将我的灵放伫你的内底。真侪人对家己的生命无满意。兄弟姊妹，你毋是对你家己无满意，你嘛也未了解上帝创造你迄个原本的你。兄弟姊妹，原来来到主的面前敬奉耶和华，
咱伫上帝的面前找到咱家己，互咱带伫咱即个肉体内底，即个灵魂伫主的帮助。伊讲，恁要得到圣神的帮助。耶稣讲：“我用水甲恁行洗礼，有一日恁要领受圣神的洗礼，恁会记得无？恁要领受圣神的洗礼，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上帝的圣神要亲像一个大能力，亲像迄个自来水，亲像迄个活水泉，伫你的生命中间生生不息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感觉你的人生常常有高潮有低潮，无一个真和谐、真满足、真勇壮、真健康，你要甲上帝讨讲，主，我无爱做一个起起落落的基督徒，求求你帮助我内面有生生不息，就是圣神的帮助。这就是这段圣经的意思啦。伊讲，伫你的生命内底要活水的江河。兄弟姊妹，甲主讨，大笔嘛甲主讨。所以大笔伫伊的诗篇内底有一句话讲：“我要大大张口。”恁会记迄句话无？恁若袂记，恁倒去Google一下，圣经内底哪里有大大张口？伊就甲你讲在诗篇的第几章第几节。咱甲上帝讨讲，主，我要恳求你，将迄个丰盛、健康、完全的活命赏赐互我。主帮助我，互我生机勃勃，互我永留的生命。这是近代21世纪全世界教会联合伫灵修聚会中间的几个主题。教会愿望加做一个永留的生命的泉源的教会。我将伊甲恁分享，毋是干咱今仔日咧做礼拜，咱甲上帝讨。全世界真侪教会拢共同用这个做主题。求天要上帝帮助咱。灵修的三个真要紧的方法，就是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，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兄弟姊妹，用圣经的话来改变你的价值观念，用圣经的话来改变你的心思意念。罗马书12章第2节，不要效法这世界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会记无？迄是和本的圣经翻译。现代译本的翻译讲，你唔当和这个世间同化你们，意思就是唔当是这个世间在这个社会生活中间，互人世俗化。恁爱互上帝改变恁的心思意念，这是现代译本的圣经翻译。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，当你若谦卑认真读圣经的时，上帝要用圣经，互你有智慧。当你唔知影安怎祈祷的时，你奉耶稣的名恳求圣神帮助。用主啊，这个孤单的囡仔需要爸爸。主啊，这个孤单的我需要有尊贵、万权力的摇花，我的天父上帝。当安尼祈祷的时，上帝要出现在咱的生命中，亲像耶稣出现伫伊的学生关起来门关起来，伫遐惊吓的房间的内底，佮我的主耶稣甲因讲：愿恁平安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，这三个真要紧的灵修的方法，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，伫圣神的内面来祈祷，常常带伫上帝的主爱，常常带伫阿加佩，也捌仰望咱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带伫上帝的内底，就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怜悯的意思。愿咱伫主的面前。古伦神父讲：当你谦卑读圣经的时，圣经要开你的目睭，互你用正确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。上帝互咱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自我的图像。上帝互咱用一个正确的眼光去看伊所创造这个世界。
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咱就有一个真要紧的管理主权，就是解说你的活命，解释你的生命。我是好命的人，我是歹命的人。圣经是教育咱真做诠释我生命的人，你相信吗？你愿意互上帝为帮助你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恳求天父上帝，通过圣经改变咱的思想，转化咱的情绪。愿圣经改变咱的思想，转化咱的情绪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圣心，圣心要互咱更新，圣心要互咱内底受伤的人得到医治，圣心要互咱内底迄个自卑感的自我得到勇壮，圣心要互咱的内底重新有正直甲清气，圣心要互咱的生命真做有成就结果子的生命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通过祈祷。祈祷毋是对上帝讲话，祈祷上重要的意思，就是我伫一个神圣的所在，安静，无论是坐咧，无论是跪咧，伫安静的时，我举头求上帝的时，我的上帝出现伫我的生命中。啊，这你安知影吗？毋是听到讲，毋是迄个意思，是伫安静的时。上帝出现在我的生命中间，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我们内心深处最深的地方，上帝进入你的生命，对即摆开始到永远拢无离开你，奉主的性命祝福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。上帝的圣心甲你我咱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拢无离开咱。主听咱的祈祷，耶稣讲。上帝将伊的疼要灌压伫恁的内底，这是保罗所讲的话，记载伫罗马书第5章第5节。伊讲圣神将上帝的疼灌压伫咱的内底，这嘛是犹太书21节，伊咧讲常常点伫上帝的疼，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愿咱伫主的内底点伫主的疼，因为耶稣讲：恁若离开我。恁要诚做软弱的基督徒，恁若离开我，恁要欠缺亏待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常常甲咱的主耶稣相合伫地，咱甲咱的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囝，求你怜悯我。你愿意用这句真简单的话？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求你怜悯我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求你怜悯阮所有的兄弟姊妹，愿你的圣神进入阮心中的礼拜堂，愿你的圣神互软弱的得勇壮，互破病的得医治，互自卑的得信心，互绝望的得恩望。主，这是阮的祈祷，奉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